每個星期咧，小貓麥卓華咧都會帶嚟一個品牌啊，會係我哋嘅生活入邊咧加添趣味同埋品味。今日咧呢個品牌咧，其實咧每年咧我都會揾佢哋上嚟傾下偈。點解呢？因為咧佢哋唔止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加添趣味，而且咧亦都咧喺小朋友嘅世界裏邊咧就已經幫佢哋咧就係增加呢個趣味同埋品味之餘咧，最緊要咧就係可以咧捉緊啊而家咧社會嘅步伐。我哋成日都講啦，編程 AI 呢一啲咧，對於小朋友嘅教育嚟講咧，其實咧就走唔甩㗎。不過咧，除咗咧喺一個正規嘅學校裏邊咧，我哋可以學習之外咧，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都可以透過課外活動咧，就係學習編程嘅。咁啊，但係學習完編程，究竟去到啲咩程度？究竟我哋香港嘅小朋友有幾犀利呢？今日咧，除咗咧揾嚟兩位導師之外咧，亦都揾嚟咧兩位小朋友啊！呢兩位小朋友咧好犀利㗎，因為咧佢哋咧就啱啱贏出咗一個賽事啊！先介紹咧今日兩位嘉賓先，佢哋咧就係嚟自 I Can Cook 嘅譚 Sir 同埋 Miss Law， 兩位好。咁啊頭先提過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咧先喺呢一個環節咧介紹兩位咧就係嚟自啱啱啊國際戰船機械人比賽嘅勝出者啊！女士介紹下先啦，女仔好唔好啊？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愛蝶咀灣公立小學5A 班嘅何子嫣。係何同學你好，咁啊男仔啦。大家好，我係嚟自路德會梁鉅樓小學4A 班嘅梁景樂。梁同學啊嚇，咁啊兩位同學分別就係5年班同埋4年班。其實咧對於編程嚟講咧，我自己咧因為我都中意電腦啦，咁啊所以我都明白係發生啲咩事。但係對於小朋友要學編程，其實佢哋係一張白紙嚟嘅，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呢個興趣？唔止學，仲要學得精。Miss 講下先啦，好唔好啊？好啊，因為咧其實而家今日呢個世代咧，個個小朋友咧都真係要識編程。你見到咧，你 AI 時代個個講緊，咁你起碼都要識得駕馭 AI 嘅時候，你要明白講緊呢一啲乜嘢嘅 language 係咪？咁所以咧，佢哋最重要就係而家利用呢啲咁嘅工具咧，就係幫佢哋咧可以去做一啲進行一啲創作，從中去發揮佢哋嘅創意，學習解難同埋佢堅毅能力咯。喂，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想佢就係想佢哋咁樣去做啦。但係當中喺教學上邊，會唔會有陣時都有一個難度咧？因為其實未掂過噶嘛，咁啊同埋唔同話 ABCD 咁樣咧，即係其實你學嘅時候成班同學一齊學編程，始終咧都係一個思考同埋一個訓練啦。喺教學上邊，你哋用嗰啲咩方法令到你哋嘅學生喺呢一方面係容易啲掌握嘅咧？嚇？我哋嘅因為咧每個工具都好緊要嘅，即係話要揀啱一個工具俾小朋友去學習。譬如話呢幾位小朋友，佢哋係好喜歡去砌嘢創作，你就要揀啱一個工具俾佢，引導佢哋去做。咁同埋咧好多時咧。我哋當然有啲教程咧，慢慢教佢認識咧。譬如話每一個 sensor，我哋嘅感應器點樣用法，點樣去拼砌一個機械組合咧，會有一個乜嘢嘅效果。咁每一課書咧就係佢哋咧就循序漸進咧去明白每一個零件去點樣運用。當佢融會貫通到之後咧，佢就會可以試下去創作，加啲嘢，又或者利用咁樣做，然後又會有乜嘢效果咧？引導式咁樣俾佢學習嘅。咁佢哋就會容易啲一步一步咁掌握咯。喂，除咗學編程之外，其實咧，即係學咗，我哋有陣時啲家長都會問噶嘛。除咗參加比賽之外，對於佢平時學習啊，甚至乎咧，即係入讀更加高嘅一啲，譬如話幼稚園去小學或者小學去中學，係咪真係有啲咩幫助？好市儈咁問下先。你俾你講下。好。我諗掌握一個技能啦，講緊一個技能方面啦。咁而家小朋友掌握得越多技能，其實對於佢之後嘅學習啊，或者之後佢升學發展啊，其實一定有幫助嘅。尤其是佢學咗個技能，譬如有啲認證啊，或者一啲資歷啊、資格啊咁樣去能夠睇到佢屬於一個咩程度嘅能力咧，咁對於佢自己或者對於佢成個我哋叫 portfolio 啦，都會有一個好好加分咯。係，同埋我覺得即係喺嗰個做一個困難嘅問題點樣去排解啊，甚至乎面對困難自己可以點樣去處理，我都覺得咧係好有幫助嘅。好啦，我哋唔好冷落兩位同學仔先啦。喺呢個時間咧，我問下何同學先啦。5年班，但係我見到咧你前邊咧呢一架車咧都相當之厲害啊嚇。其實當時你點解會設計呢一架車去參加比賽？講下你學咗幾耐先啦，好唔好啊？我總共學咗2年左右。2年嘅編程係嘛？呢2年嘅編程呢，其實對於你嚟講，你覺得你自己學咗啲乜嘢呢？嚇？
會令我學到對任何事情都要試下，唔好未試過就話唔好去做，而且做任何事都唔好放棄。有冇中間試過呢？即係學習嘅時候遇到啲咩困難，而當時你又採取啲咩方法去解決呢一個困難呢？有嘅。講嚟聽下啦，咁就就好似我前面呢隻機械人咁樣，我之前我運用自己一個方法去砌，結果係推唔到，係訓練唔到我想要嗰種效果。之後我就參考人哋嘅設計去做出一個機械，我認為係做到嘅機械人。嗱，我而家咧喺鏡頭啊，大家上翻嚟咧，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鏡頭咧，而家咧就係影住咧何同學啊，何志嫣同學咧佢嘅設計嘅機械人。喂，其實咧呢一個機械人咧見到都相當唔簡單啊！中間咧即係你幾個碌咁樣砌埋，好似好容易咁，但係咧好多精密嘅裝置。不如你介紹下你嘅精密裝置好唔好？我見前邊後邊咧有一啲擋板啦，後邊呢度又有啲好似腳咁嘅嘢，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可以點做嘅咧嚇？我後面幾個 M 字形嘅擋板，其實係防止我哋唔好反車。係。前面一個3塊板組成嘅擋板係用嚟推到人哋架車。係。而嗰4架轆後面有2個400轉摩打，以加速度為主咯。哦，喂，咁你設計嘅時候呢，當時呢個係咪你一開始已經諗到嘅版本，定係話當時曾經試過呢都有啲挫敗，所以呢就改良咗？邊個位你係改良咗？可唔可以講下？包括個後轆，你可以指下噶，係啦，嗱，上翻嚟我哋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嚇。之後仲有呢個擋板同埋呢一塊板，同埋呢3塊板個電池盒都把位都有變化。係，哇！其實咧，即係要做到咧呢一個嘅整體啊，成個機械人咧見到咧都相當之唔簡單。尤其是大家諗下5年班嘅時候，可能我同你咧都喺課堂上邊背緊書，學緊一啲好普通嘅知識，但係佢哋已經咧係運用緊佢哋嘅腦袋咧，就去處理一啲都比較複雜嘅編程啊。對於你嚟講，你覺得難唔難做啊？唔難。係咁啊，最緊要就係你一句唔難，咁你係贏出咗。喂，我知道咧，除咗咧頭先講到呢一個國際戰船機械人比賽咧，香港區之外咧，我知道你今年仲會有機會咧去出邊比賽，可唔可以講下？我今年係會去韓國，代表香港。哇，犀利啊！咁啊，希望咧你喺韓國嘅賽事咧可以繼續咧係旗開得勝。咁我問下咧男仔先啦吓，好啦，男士咧就係梁同學。梁同學你好。你好。我知道你讀4年班，我哋要對住支咪先，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又學咗編程幾耐啦吓？我總共係學咗編程4年嘅。哇，學咗4年嘅時間，即係你1年班咧就已經學呢個編程。喂，其實嗱，我未問你之前，我又問下咧，即係阿 Miss 同埋阿 Sir 先啦。1年班學編程，我哋有陣時咧見到啲小學老師對住啲1年班嘅學生上堂都束手無策啊！即係唔好話要佢學到編程啊。其實教1年班嘅小學生有冇一個難度喺度，同埋個難度喺邊度呢？嚇，我諗對於比較初小啊或者年紀輕啲嘅小朋友呢，我哋嘅重點放喺提升佢興趣多過一啲好深奧嘅技能啊或者知識先嘅。咁我諗一般小朋友啦，如果我哋喺個課程裏邊帶到一啲趣味俾佢，或者令到佢能夠投入喺學習裏邊，咁對於佢長遠學習嚟講，佢會更加有效率咯。喂，咁但係咪一開始就已經咧，好似我哋見到平時咧寫程式咁樣嘅編程，定係話即係有啲家長都擔心㗎？喂，用乜嘢？嗰個小朋友入到嚟就瞓着咗覺，完全唔知講乜嘢。會唔會話有啲特別嘅嘢可以令到佢哋慢慢去捉到個興趣咧？會啊，通常我哋學習嘅主題方面，我哋會入手嘅。譬如咧，我哋會喺佢見到日常生活嘅事物裏邊，去嘗試喺佢個創作裏邊模仿翻嗰樣事物啦。譬如一啲車啊，或者一啲我哋講緊嘅風扇啊，一啲譬如係一啲我哋叫做動物啊，開始佢哋會對呢啲有興趣。咁佢譬如可以模仿跟住我哋嘅教程去做，佢做到有成功感呢，咁佢就會繼續想學落去。明白。咁我又問下先，梁同學，你覺得你贏咗呢一個獎啊？呢個係第18屆國際戰選機械人挑戰賽小小機械人嘅小小機械人嘅金獎啊！你覺得你自己嘅成功感嚟自邊一度呢？
我咁多年參加咗呢個比賽，都好少可以攞到一個獎，所以我今次攞到獎就會開心啲。所以呢個就係你努力換翻嚟嘅成果。嗱，而家上翻嚟呢，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介紹下你呢個機械人先啦。你問我呢，我見到啲線咁樣搭嚟搭去，已經頭都大埋。點解你搞得清楚嘅？不如同我哋介紹下你個機械人好唔好啊？上年呢，我就俾我自己個同學就俾人插甩咗啲線，所以我就呢塊板唔夠高，所以我就俾人插甩咗啲線。係。然之後我就今年就改翻高咗。即係玩嘅時候呢，其實比賽就係會幾個唔同嘅機械人，大家互相呢可能呢都會有少少碰撞咁㗎，係咪啊？今次呢，你就知道啦，原來呢個戰術上呢，嗱，大家上翻嚟呢，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你會見到呢，就係個擋板唔夠高呢，人哋就會搞禍你後邊啲線啦，係嘛？所以今次你就刻意去改善，即係其實都經一事長一智嘅喎，好似我哋人生咁樣嘅喎。除咗呢樣嘢之外呢，今次你覺得自己贏喺邊度啊？因為其他嘅人可能佢塊擋板或者其他嘅設備可能佢冇掂到底，所以我就可以成功咁樣踩去佢上面，然之後成功令到佢反車。嗱，大家睇下，其實真係一個都係要諗嘅，即係佢經過幾次可能未有獎攞，但係用佢嘅失敗去總結翻佢嗰個成果，最終呢，你見到呢，佢就設計咗呢一架好工整，而且呢亦都係可以呢係贏到人哋嘅機械人出嚟呢，就幫佢自己呢就贏咗第一個金獎嘅榮譽。喂，不過除咗呢一個金獎之外呢，其實我都見到一系列嘅唔同嘅獎呢，你都攞過。你覺得你自己呢喺呢一方面啊，其實嗰個成就係咪有個好大嘅滿足感？同埋可唔可以同我講下你最記得你自己攞邊一個獎啊？最記得我就自己喺1年級嗰陣時，就攞過一個同親子整嘅即場整嘅一個機械人，然之後就要諗點樣去present 個機械人嘅功能同埋佢嘅外形點樣去設計。係，我想問下兩位同學，你哋覺得呢學咗點樣編程之後，對於平日你哋喺上堂或者學校學習方面有冇一啲幫助嘅呢？都會有嘅，即係例如上電腦堂嗰陣呢，我就會容易掌握點樣編程，冇咁容易混淆。係，即係變咗你平時個腦都已經開始思考開，所以就容易啲呢去知道人哋講啲乜。咁啊，男士呢？有嘅，因為平時有啲堂嘅時候，老師都會有時 book 下 iPad 俾我哋編下程，所以就有啲幫助，可以編得快啲。係，喂，咁但係我哋始終呢個都係課外活動嚟噶嘛，有冇陣時會覺得都阻咗自己溫習嘅時間，定係話反而會令到你哋更加可以係令到自己嘅時間整理得好呢？會令我個時間整理得好。雖然我都擔心呈分試，但係只要玩樂同埋學習時間編排得好啲，咁自然就會喺繁忙嘅學習時間裏面添加啲樂趣。係，梁同學呢？應該都唔會影響我嘅成績，因為我都係集中一啲喺成績上面，唔會成日都去沉迷咁樣去編程。係，編程唔會沉迷嘅，只會令到你嘅腦袋咧更加開得快，同埋咧希望咧即係大家咧都可以喺日後為我哋咧香港咧，尤其是喺編程方面咧增光多啲。不過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另外兩位同學咧就會同我哋介紹下咧佢嘅作品嘅。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新地好快樂品味生活圈啦。
生活圈翻嚟咧，頭先同大家講過嘅咧，就係一啲編程嘅同學仔咧，就贏出咗一啲香港嘅賽事，跟住就會代表香港咧去韓國比賽噶。休息翻嚟換嚟其他兩位嘅同學，佢哋一樣咧就係勝出咗咧，就係一啲唔同嘅賽事啦。不過先介紹下佢哋先啦，好嘛？咁當然咧有 I Can Cook 嘅譚 Sir 啦，同埋 Miss Law， 你哋兩位好啊。好啦，兩位同學，你哋自己介紹下自己先。有一位，突然之間細個咗嘅，你讀幾多年班啊？2年班。你嘅名呢？馮俊朗。學校呢？堅樂基督教信約教會堅樂小學。哇，犀利啊！真係中氣十足啊！你都唔好示弱啦。呢一位同學呢？我叫盧俊宇。盧俊宇，你幾多年班同埋嚟自邊間學校呢？我5年班，我嚟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哇，兩位同學呢，其實呢對於編程呢都好有認識，應該呢就係叻過我噶啦。點解呢？因為喺台面呢，我見到呢，先問下盧同學先啦。哇，你都晒咗幾塊獎牌出嚟啊！上翻嚟我哋 MBO TV 同埋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呢，你會見到呢，其實呢，哇，攞咗好多獎喎！呢啲咩獎嚟啊？介紹下好嘛，盧同學。係今年同埋上年嘅戰船挑戰再拎翻嚟嘅金獎。點解你咁中意咧玩呢一個編程同埋玩得咁叻嘅？點解？因為編程可以俾我識多啲新朋友，同埋可以解難。介紹下你今次咧即係勝出嘅呢一個作品，我哋拎過嚟好唔好啊，盧同學？咁啊睇下呢一個作品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不如你同我哋講下好唔好啊？因為個比賽規則係要推晒啲波人哋嗰度，同埋個限制係30cm 乘30cm 同埋30cm。即係所以其實喺個大細啦，同埋規則上面都有規範。喂，你設計嘅時候有冇曾經遇到過啲咩問題需要去即係處理噶？可能超出咗30cm 就要重新再嚟再砌過再拆過。係咁，但係譬如話呢啲問題呢，當時呢係你自己發現啦，定係話都有其他，譬如話可能係學校裏邊嘅導師啊，甚至乎呢，即係可能其他同學仔幫你見到嘅呢？學校嘅老師幫我發現到嘅。係，所以其實導師都相當之緊要啊。喂，你設計呢一部車用咗幾耐時間啊？用咗大約2-3個鐘。係，如果我問你啦，呢一個嘅機械人相對於其他同學仔嘅機械人有啲咩優勢？你覺得贏咗喺邊度呢？贏咗喺個體型同埋個轆。個轆有咩特別啊？我而家影住啊，你可以介紹俾大家聽個轆有啲咩特別呢？有時啲轆係橙色好大個轆，但係顏色好大個轆就會好重就會喐慢啲。即係所以你連呢一個呢都諗埋，即係其實呢，我哋見到呢編程啊，除咗呢真係呢要喺嗰一個嘅邏輯上面好清晰思維之外呢，其實有啲日常生活嘅秘技啊，即係你知道啊，原來個負重低啲嘅時候呢，你行得輕快啲呢，其實盧同學都有關注到啊。好啦，盧同學，我冷落你一陣先啦，我問埋阿馮俊朗先啦。馮俊朗2年班學編程，你學咗啲乜嘢？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先？學咗編程個，讓我嘅腦可以解題快啲咯。解題快啲，即係話除咗係解開編程嘅題目之外，係咪平時翻學嘅題目你都覺得係好咗啊？係啊，喂，不過介紹下你嗰個勝出嘅作品先好唔好？嗱，我將呢一部機咧交俾阿 Miss Law，Miss Law 你幫我影下部機咧就 OK 噶啦。嗱，你就解釋下啦，好唔好啊，馮同學？呢一個機器人咧係我自己設計嘅，係之後我同學咧同我一齊設計呢部機嘅。我比賽嗰時呢部機械人呢好好用，就攞咗冠軍咯。係邊啲部分呢？你覺得呢自己呢做得最好啊？或者可唔可以介紹下？譬如話上面啲板啊，甚至乎呢即係旁邊啲轆啊，你都有特別設計過噶，係咪啊？係啊，你指住嚟介紹俾我聽下。個轆呢就係好細啦，就行得好快啦，又輕啦。之後呢呢個板呢就幾大嘅，同埋橫嘅。可以保護到架車。係。咁啊，其他呢？個電池盒呢，比賽前呢就換個新電池嘅。係。所以就變咗佢行嘅時候嗰個動力咧就唔會有啲咩問題啊嚇！喂，麻煩晒 Miss Law 幫我揸住。不過咧，我反而咧都仲想請教下，即係其實咧喺佢哋咧呢一啲課程入邊咧，除咗可以參加比賽之外咧，我都知道有其他唔同嘅認證咧喺坊間咧都係可以去考核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一方面嘅認證，同埋呢啲認證對於小朋友咧將來嘅學習啊，甚至乎升學有咩幫助咧嚇？
好啊，因為嗱學編程有得玩啦，而佢哋咧又可以考一啲咧國際認可嘅證書咧，就真係再更加好，錦上添花將呢件事。咁其實喺呢一套機械人，我哋叫做韓國機械人程式咧，佢一共有7級㗎。咁去到達到某一啲級別之後咧，佢就係可以考一個叫做英國資歷培訓嘅國際認可證書，嗰個係一個機械工程嘅認可證書嚟嘅，咁可以幫助佢哋將來升學咯。哇！咁呢樣嘢都相當之緊要，因為好多家長朋友唔係話使唔使佢，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都希望啊可以一件事達到幾個唔同嘅目標。除咗可以咧對於小朋友咧腦袋嘅訓練之外咧，亦都可以對於佢哋將來升學有幫助。不過講到將來呢兩樣嘢咧，科技永遠都唔會停留喺一個點嘅。相信咧今時今日咧 AI 咁發達咧，好多朋友都講緊 AI 啊嘛，編程同 AI 又有冇關係？或者而家會唔會有啲新嘅 AI 元素注入咗去編程入邊，而小朋友都可以領略，甚至乎就係學習到嘅啦嚇。喺我哋而家小朋友學習STEM 課程裏邊咧，其實都加入咗 AI 元素。咁編程係 AI 認識 AI 其中一部分。咁令到佢哋更加好理解 AI 背後佢個原理或者點樣應用 AI 喺佢哋方面，令到更加好用得咁所以嚟緊啦，佢哋課程除咗真係要學一啲我哋叫編程語言之外，亦都要學習啲 AI 原理點樣用唔同 AI 嘅工具幫佢哋做創作。咁其實佢哋而家做創作，除咗佢哋自己嘅創意之外，咁用埋 AI 工具，令到個效率更加高啦，創作更加快。喂，睇翻條片咧，我見到咧，即係你而家個條片入邊有啲介紹啦，有啲生果咁樣噶嘛。而家做緊啲乜嘢咧？其實講緊啱啱咧而家呢個片段示範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分類嘅機械手臂啦。咁佢當中有一個鏡頭用咗 AI 嘅功能喺裏邊。咁佢睇到呢件物件，原來佢係一個蘋果，一個香蕉，咁佢就可以將佢搬翻去相應嘅地方啦，做分類咁樣。即係話小朋友其實咧可以通過咧 AI 嘅一啲模組咧，佢可以領略到AI 幫到我哋咩之餘咧，亦都咧可以咧真係處理到一啲好實務嘅一啲工作。喂，不過咧講到咧即係人工智能呢一樣嘢咧，可以應用咗喺個機械人上邊咧。不過認證方面咧，小朋友有冇機會咧可以做得到啦？頭先啱啱提到我哋英國資歷培訓課程啦，係機械人方面啦。咁其實喺嗰個課程之後再翻上去咧，就會係我哋呢個人工智能嘅英國資歷培訓認可嘅課程證書亦都有嘅。哇！即係話其實咧一樣人工智能嘅編程咧都係可以咧去考認證嘅嚇。今日時間有限啦，不過希望咧我哋可以將來咧可以知道更加多咧唔同嘅編程方面咧對於小朋友嘅幫助。今日再一次咧多謝 iCanCode 嘅 Miss Law， 亦都多謝 iCanCode 嘅譚 Sir 多謝晒兩位，亦都多謝4位同學仔嘅。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